2026年嘅鳳凰錦標啊，兩歲馬一級賽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見到咧慈奇維榮啦，同埋翠碧區就比較快啲嘅。咁啊，後面啊第三嗰隻咧就係鐵槍遠歌啦。然之後中間上咗嚟嗰匹咧就係衝大俠啊。最出咧佢隻2號咧就係呢一匹嘅高速運轉啊，睇下莫艾成擺咩位啦。今次後面嗰3隻啦，咁啊入邊數起啦，咁啊最入嗰隻莫亞，咁啊日輪先啦，中間夾住入石寶王啦，出邊嗰隻咧就係飛順嚟嘅。好啦，跑咗大概300米到途程噶啦，前面咧就見到咧慈奇維榮咧就一個馬位佔先嘅，第2位嗰隻跟住咧就翠碧區啊，第3位已經要鬆住噶咯喎，嗰隻就高速運轉啦，隔離嗰隻就衝大俠啦，然之後飛順上一啲，入邊咧就鐵槍遠歌，中間咧尾二位置黃帽嗰匹咧就石寶王啊，包尾入邊嗰匹咧就係日輪先嚟嘅，嚟到最後大概咧400米多啲啦，前面咧就見到慈奇維榮佔先啊，入邊咧翠碧區咧就內閃唔算好勁，哇最入由包尾衝咗上嚟啦，嗰隻就日輪先啊，外面上緊嚟咧就飛順啦，同埋鐵槍遠歌嘅，最後大概咧就100零米左右啊，前面咧見到入邊佔先就日輪先啊，中間咧就鐵槍遠歌同埋飛順追緊去，轉翻左手邊之下，日輪先為我拜仁贏出第18次鳳凰錦標啊，但係今次以2歲嘅黐馬身份嚟贏出呢一場賽事，第2名鐵槍遠歌，第3名飛順，第4名咧就係慈奇維榮嘅。咁啊結果日輪先。咁啊，沿途咧其實一路留到係最後嘅位置嚟嘅，咁但係見到400碼喐一喐手之下，已經上嚟出頭，轉埋個左手邊力壓出邊鐵槍遠歌同埋飛順啊！咁啊，日輪先之前咧，奧爾巴尼咁啊，據我拜仁嘅訪問都講啦，賽前咧其實啲腳係有少少瘀傷嘅，咁但係嗰場都跑到第2都算唔錯啦。咁之後連贏1場2級賽，1場1級賽。咁啊，拎咗今年嘅鳳凰錦標啊！